Chirito， 他对阵的对手是张志熙，非常友好，非常友好，我们是礼仪之邦。OK，DJ 妹帅。 大家掌声再次热烈一点，送给他们好不好？不要懈怠。Judges, 3, 2, 1, Chirito, no doubt。要我每次看到这些充满创意的。